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视台语主播擂台赛第2届的播出。咱有这个喜事，当然咱华视是以着办喜事的心情办这场比赛。有这场比赛，有这场喜事，咱来特别感谢台北声东扶轮社热情的赞助。选手的部分，就请玉珍甲咱介绍。1号林继怡，2号辛凤如，3号潘金秋，4号李凤静。5号丁贵珠，6号颜玉婷，7号洪金柔，8号陈彦富，9号徐俊伟，10号赖友任。接落来，咱就要来介绍咱的状元老师，咱的评审老师曾家颖老师、罗瑞成阿成哥、小纯。华视台语主播擂台赛第1阶段，这个比赛是报新闻。这个报新闻的规则，请玉珍甲咱介绍。华视台语主播擂台赛头一个比赛的项目，用台语报新闻。参赛者也来报送到5条国内外新闻，其中4条已经先予参赛者，予参赛的选手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。还佫有1条，伫咧就台的前3分钟，才予参赛者来考验到应变的能力。这个比赛的项目评分的标准，第一，语言的表达；再来看新闻的素养，台语的发音变调甲讲话条理性占50%。第二，临场的反应，看这个专业的表现甲台语文的程度占20%。第三，台风造型，伫舞台顶的风采、动作表情、穿插装塔占20%。第四，时间的掌握占10%。好来哦，咱要开始来车拼咯！咱10位的选手，大家加油！多谢玉珍，今嘛请1号林继怡来关心行人也阁有汽车抢路的这个问题。为着要除掉行人地角的这个歹名声，各地县市政府积极来处理汽车无免让行人的问题。也毋过，就有网友抛出着这段影片，观众朋友你咱看到这影片内底。有一台轿车，因为要看到这个负责人要过斑马线，驾驶着甲这个速度甲放后慢，豆豆出过，等甲负责人要通过的时阵，再来打油门，想要到也是去互警方甲炸落来，是安怎会安尼呢？警方表示讲会开单，是因为讲这个道路交通的管理条例写甲是真清楚，讲驾驶看到过路人，就是爱打档啊，安尼才袂罚钱，嘛提醒着观众朋友爱特别细腻。新闻最后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林继怡，嘛爱请观众朋友继续来收看华视52台。多谢继怡，请小纯甲咱做讲评。感谢主持人，我感觉吼，第1号无简单的吼，排第1个哦，这个抗压力、抗压性爱足强的哦，伊会当安尼好好讲话，已经是算真厉害啊吼！而且咧，这个继怡这个同学，伊的声足好听的哦，口条嘛好，而且伊的语态真大方嘛，足稳的吼，再甲伊鼓掌一下。要毋讲吼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哦，嘛提醒后面的参赛者哦。头拄仔毋知影大家敢有发现哦，这画面的镜面哦，都是放脑袋的所在是伫咧倒手边。头拄仔继怡的身躯吼是为正手边来起哦。其实咱伫咧报新闻的时阵哦，若是讲这个镜面是伫咧倒手边，爱往倒手边来起一下安尼，而且手伫咧比的时阵哦，爱比倒手哦，伊头拄仔是比正手哦，所以嘛提醒后面的这参赛者要特别注意。感谢。多谢小纯，刷来第2回选手洪如。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嘉义布袋新稳嘉应庙的冲水路迎客王。今仔是码头4块位啊整修完工，加上疫情解封，现场的信众是定定。但及时一个到新桥底锣鼓声，还佫有炮仔声冲入水中洗一轮，甲客王迎上花来做客。场面看起来会当讲是闹热滚滚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华视在地新闻，感谢恁的收看，祝大家平安顺心。我是洪如，明仔同一个时间，咱再会。多谢洪如，赶快要请嘉颖老师甲咱讲评一下。
红路拄啊呢，因为我感觉有淡薄啊小可紧张吼，但是嘛是我感觉伊的声音嘛是真正好听吼，有即个主播的即个在领地的吼。啊，讲到即个五路新闻的时阵吼，阁有即个笑容吼，迄时就我感觉除了紧张以外，其实本身我感觉红路可能嘛是有即方面吼，伊知影讲伫个镜头头前要安怎表现家己，也是讲表现即个甲新闻吼共款的即种即种表情吼，所以我感觉即个部分就值得肯定的。啊嘛希望吼，咱过来参赛者嘛爱莫遐尔紧张吼，咱会当豆豆仔来吼，其实拢表现得真袂歹哦吼。所来，咱请3号的金秋。首先，咱关心咱的社会新闻。社会新闻呢，是去年的9月呢，9月拿到的一名33岁的姓陈的查甫人，伊因为不满伊47岁的女朋友呢，伊想要甲伊分手，然后呢，我好紧张哦，这跟我平常的做的事情很不一样，我好紧张，但是我会把它播完的。好。伊怀疑呢，对方呢可能去甲伊别人，啊，毋过伊到伊的前女朋友伊住的所在呢，去甲欠伊的汽油弹，啊，伊搁摕菜刀呢，伊对伫伊迄个前女朋友查甫朋友的后壁，然后呢，伊违反着跟踪。以上呢是我今日的播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当然，这个比赛这个选手一定会紧张。我就讲，你若无紧张，这个节目就袂精彩。请这个阿成老师甲咱讲评一下。金秋，你拄则咧报的时阵，唔对就唔对啊，莫停落来，莫动落来吼。你继续讲不要紧，你看画面讲故事。啊，你看到啊，咱即摆看到当中啊，这个男女朋友经过这个现场吼，啊，咧车辆拄边啊行过了后，两个人看家己那亲像有牵手嘛，有讲有笑，安尼甲讲落倒啊。咱亲像讲一个故事，甲讲过倒啊，唔通停落来，停落来你就定位啊，啊，大家观众就看会出来你出现差错的所在啊。吼，这提供大家所有要报新闻的人吼，拢爱来了解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出来，请4号洪进。新化人讲有5宝，分别是这个王奶、德顺、番薯、麻和柑仔。为着要推广这个新化5宝，新化区农会和新化区公所做伙伫个番薯生态故事馆，要来举行这个新化5宝节的产业活动，甲大目江走标活动。现场嘛邀请32区的农会和青农，展示贩卖这个优质的农产品。嘛鼓励民众在疫情短好了后，参加走标活动，体验大目江的自然风情。今日的花市在地新闻就播送到这，欢迎大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继续来收看花市台语新闻，感谢大家。多谢洪进的表现安怎？洪进表现袂歹吼，而且有一点真重要，像咱你讲咱人有表情，其实咱的声音嘛有表情哦。头拄仔听到洪进伫咧报新闻的时阵有抑扬顿挫，伊声音是有表情的哦，这嘛最重要的。要毋过伊的声音有表情，咱的动作其实嘛是有表情哦。虽然讲哦，洪进伊是查甫啦，要毋过其实伫男主播内底嘛是。会当有一寡动作哦，就亲像头拄仔我的先辈讲的吼，这点真好，鼓励。出来是5号的贵族，请。新闻一开始，带来关心，警察若是有办案的需求，公务的系统会当查到个人的资料。想要讲，竟然有警察摕来查艺人，看是毋是有过去袂当见光的代志。新北市三中分局侦察队的警员夜班无代志做，竟然用到小队长的权限入去系统查别人的资料。1点钟以来，总共查了22位艺人的个人资料。不只是害小队长被处罚，家己也被提告。检察官认为讲，警员知法犯法，犯着刑法的公务员借着职务的机会，违法收集个人资料罪，依法起诉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台语新闻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多谢贵族，赶快要请嘉英老师甲咱指点一下。
贵叔，其实你报了真好呢，啊是安怎有淡薄仔紧张吼，所以讲伫个即个宝宝过程当中吼，有淡薄仔安尼，就是定来的即个状况，其实是若是会当甲即个部分吼，若是甲伊改掉吼，其实我拄啊少一开始就享受你的即个新闻的即个你报新闻的过程哦，其实已经是真厉害啊吼，所以嘛是甲你鼓励吼，啊希望会当搁继续看到你伫即个专业上的表现。即马请6号玉婷，请。疫情了后，全球的观光复苏，袂少的学入族想要来去日本佚佗，啊，毋过咧，来台湾的日本人却无真侪。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石坂明夫伫个面册发文来表示，即几年转去日本，拢有一款日本人敢若无啥钱的感觉，尤其是最近日票钱无去，出国的人嘛有淡薄仔较少咧。啊，毋过行伫个台湾的街路顶，却是发现了袂少的韩国旅客。是安怎韩国旅客超车会变做上爱来台湾的国家第一名咧？迄是因为有美食甲美青的加持。今仔日的新闻就报送到这，我是主播严玉婷，请大家后一个时间继续收看华视新闻。再来听咱阿成老师有啥物看法？我看到即个玉婷的所在吼，会当学到的是伊的台风真稳健。吼，真稳真在就对啊。伫舞台顶的迄态度，虽然家己知影讲我即个整个的语言的表达吼，毋是讲介顺，但是呢，我也是真在。唯一可惜就是因为对即个语吼，对台语的即个表达吼，无了解无熟悉。只要加看一寡那亲像拄则嘉英老师讲布袋戏啊、歌戏啦、尤其啦，爱看咱的即个华视两个当家的台语主播啦，丁仔啦、容易啦，两个人吼，即加看因的即个报新闻就知影，就会当学习到真济啊啦，吼。倒来是7号欣柔，请。带恁做伙来看新北市有一间咧卖珠宝的公司，涉嫌用真悬的介绍来卖青玉的手环，来诱拐消费者做投资。公司讲，提起拍卖场，就会当大大增加伊的介绍和价值性。毋过受害者实际鑑價了後，才發現全部攏是一場空。珠寶公司用不法手段得到的利益是超過幾啊千萬。上憾的是，警察伫咧調查案件的時陣，佫查到家己人有一個警察和賣珠寶的女性業務咧交往，而且這個警察佫做37仔，再因7仔四界去交易。雖然伊完全攏毋承認有做毋對代志，毋過檢察官也是決定5萬塊來交保。感謝您收看這節華視新聞，我是主播洪欣柔，咱明仔同一個時間再會。再來聽這個阿成老師有啥物款的看法？大致上整體講起來攏是袂歹吼。整個來講，舞台頂的即個膽嘛真在，人講台風真穩健啦吼，口條嘛真好吼。毋過咧愛注意的就是可能你咧表達的時陣，因為那親像佇演講，即個距離感吼，距離感，甲即個觀眾的即個即個距離那親像會小可淡薄仔較遠淡薄仔，所以你愛放下你的心防。對觀眾來講，頭前你也當作攏毋是人。阿公阿嬷，我甲你講，恁等即擺吼，要來看覓後一段新聞是安怎？這個時陣你聲音甲表情的時陣，攏會當具體語言攏甲表達出來。安尼是呢，你放下的時陣，你的這個表現就會當講真圓滿咯。多謝這個阿成老師將這個鏡頭當作攏毋是人，這是一個建議啦。那我無共法，我攏當作這個看的人攏是人。頭前觀眾朋友大家攏毋是人咯，我即個是講意思，莫甲頭前的人當作是人安尼啦，安尼你才袂有這個壓力啦。當然，每一個人看法無共款，提供做參考。所以請顏父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最近是第一擺來上日本的綜藝節目，節目中介紹伊佇1997年訪問台灣的時陣。替這個團員擋酒的經歷，迄當時伊甲自民黨青年局長的這安倍晉三來到了來台灣，咱團員的酒量攏無介好，所以咧伊就靠着這岸田的好酒量，互交流會順利來結束。
这岸田首相嘛伫节目顶悬来大方声明讲，伊以前就是靠着好酒量，靠着了啉酒，甲真侪政要来拍好遮的政治关系。以上就是即个华视台语新闻，感谢恁的收看，咱再会。多谢严副，针对这个严副报新闻的部分，赶快请咱嘉颖老师甲咱提出建议。这个严副的台语实在是真好吼，包括着内底吼有真侪的即个语词吼，伊拢是用咱台语的即个思考的方法吼来去表达，讲到即个日本的即个岸田文雄吼，伊就直接吼就直翻入来吼，我感觉这嘛是伫咧咱今仔日的即个台语新闻吼，咱逐工咧报新闻的时候，定定拄着就是一个淡薄仔的建议吼，就是讲会较犀奶一个吼，对即个镜头较犀奶吼。咱讲做 IQ 的吼，咱台语讲的即种爱娇吼，就是会当互观众感觉看了啊，我看到伊，我今日就心花开吼，即种感觉。看新闻，尤其是华视的新闻吼，咱逐个人都看了足欢喜的安尼。说是9岁准尉，请。去海边啊，欢欢喜喜耍水，回来时阵哪会遐尔生气咧？一个姓李的查某人去屏东琉球的海沙堡佚佗，真欢喜咧耍水，结果去互两个无熟悉的查甫人偷袭。李小姐伊发现了，感觉隐私互人侵犯，随来报警。警方调查了，才了解，这两个人是在地教练，而且因的翕相机内底，阁有真侪水姑娘的相片，已经毋是头一摆共偷翕啊。内底有水网无甲因的面甲因私密的所在放大。所以，妨害秘密罪是真歹成立。不过，律师嘛表示，若无经过同意，甲人偷袭，有时会侵害到肖像权。感谢你收看今日华视在地新闻，我是俊伟，祝你平安顺心，再会。请这个阿成老师甲咱讲评一下。整个来讲，口语化拢真好吼，表情、声音啦，各种的这个语调啦，表现拢真好啦。唯一就是讲，可能吼，这个产生有诶家己的问题，产生文书，文书迄个部分后壁接是别的字嘛，所以语序的部分，你会当搁加文书权利、文书权。安尼落去接落去，才袂去定答，无人会讲文书的，那亲像咧跋筊文书。哈，好来。说来是第10号右任，请。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，要对抗中国阻挡台湾参与国际社会法案的强调。1971年联合国27500号决议，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伫咧联合国唯一合法的代表，但是无涉及台湾，无处理台湾甲台湾民族伫咧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。顶个月才访问台湾外委会主席麦考尔也公开支持即届的法案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华视在地新闻，感谢乡亲收看，明仔载咱同一时间再会。请小顺甲咱做讲评。幼儿我嘛是感觉吼有笑容哦，足亲缘的哦。也毋过就是亲像我头拄我的先辈所讲的，咱报新闻的时阵，毋是每一条拢爱笑哦。曾经是报着疫情的新闻，也是讲有人过身的新闻哦，咱来较悲伤一个吼。袂当讲吼，今仔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有100万人死亡。大家参考看卖。多谢三位评审老师。第一阶段报新闻的部分，到底每一个选手得到几分？即马来看卖。当然，咱特别要感谢，就是即摆赞助咱的活动，算是咱的独家赞助的台北城东扶轮社。为了表示感谢，咱请董事长甲咱赠送这个感谢状。华视台语主播擂台赛第2阶段的比赛，稍等的随来。华视台语主播擂台赛第2阶段的比赛，即马要开始，甲咱说明一下，这是语序的这个比赛，语序的翻译。详细比赛规则，请玉珍甲咱解说。华视台语主播擂台赛进入第2阶段的比赛，紧张刺激，心境爱加真暗，心思爱集中，甲咱台语的功夫总甲展出来。第2个比赛的项目，限时甲华语甲翻做台语。每一个参赛者爱伫1分钟内，甲10个题目拢甲翻做台语，等于一题只有5秒思考的时间。满分是10分，对一题就摕1分。咱的参赛者爱看这个电视的大荧幕来回答。
大家加油！即马请一回结语开始。王强，碰气，碰气。水饺，菜包吧，海翁，走船，布棚，肺结核，石烧声。贼啦！大家斗做伙想，同齐来想。时间已经到啊，这就是呢，这就是一个艺术发育的部分。咱来看答案：变色、行船、戏罗、煎柳啊，一人主张唔达两人输娘。所来二会红如。观众，豆糕，臭臭味，鸡啊，硬菜，味肠。装头，空喙结皮，东西啊，油耗味应该是臭油埃、鸡卵、正尾、空喙坚皮。大狗爬墙，小狗有样。所来，艺术环境，请金秋。做者骹的虫，喙齿疼，荷兰，豆心仔，金龟。春笑，三斩，三斩肉，欠芳，手伸俩悬，好咧，拢好啊袂来。先我正确的解答来，牙工。骤起，好人，好天就准何来牛。艺术反应，请方进开始。电头章，电头章，草莓人，草狗，好输啦。软脚骹，喙唇里，咸水，翘骨，欠长内刀，好来，第二题解答我看一下。耳孔重，气喙，一人一口，报人一斗。所来，请贵族。乌面椒啊，妈做了紧。冬仔片。喙甲发炎，高手，
芹菜、问道、等问道、西人、入入。新一红，我不会讲，我知道意思。好，好，这是艺术翻译的部分。来，咱先来看一个解答。乌面腊杯，冬仔皮，无讲冬仔片，臭喙角，细空唔补，大空才叫苦。所以来，艺术翻译，请玉婷开始。哪里？皮裤、烫衫、옷衫、阿卡、西港、气咸、电锅机、漏掉。欠卡，加成加达。来，咱先看一个标准的答案。옷衫、鸭骹掌、加老枕、寒拿加受金。说来是阴柔，开始。家庭、田鸭、狗叫、臭臭味、蜜龟、书店、香火、鹅乐、主心，好，时间到，先来看一个答案。来，梅龙龟啊，无讲网仔龟，咕罗必熟。排风金替人看风水，所来艺术翻译就请八岁颜父，请。边那个？圆啊。乌椒唱片。乌阴天。梅干菜、木栅、虾梨子、东西啊、一车酸、乌干仔底豆油。这个无简单，先来看一下标准答案。饭丝骨、刻盘、拍菜、目沙、舍梨子、大细线。艺术翻译无简单，这有时都爱加用加看。你若无你用无你讲，这真正临时翻袂出来。过来，请准位。臭卡叫马经。情谊、琼影、土、青啊、生目尖、跋杯、下西下井。
大只鸡板蹄。有够加载，6分6题，咱来先来看标准答案。臭宪麻，围讲臭宪麻，灰灰、架影，还是直接讲长影？拖车、延边，还是沙挑？刷来第10号，幼人语学翻译，请。青虾啊，触礁啊，阿宝茶，夹金鋪啊，皮娜，天橋，南山啊河。鸟滴，应吹应记，我唔知呢。来，咱看沙马啊，天桥，乞只赶庙公。咱其他的选手有拄只无想要挑战，无满意想要挑战的有无？有。这个规则真简单，你若比如讲你对6题，你欠4题，你若这题挑战过，这个4题算满分，但是若唔对，佫扣倒转来，扣4题分数转来哦，扣4题分数转来哦。要试看卖？拼看卖，我拼，好不好？来，拼看卖。1到10，十二景，只有简单有较困难，讲真的，有较大部分都较简单。10条拢爱景哦，拢爱念。一条就好。哦，一条就好啊。一条就。看你运气。我9号安尼，我选9。9。准备哦，这9就开始变过来是10秒，这10秒来10秒。秒输在人，生输在天。咱的评审老师有啥物意见吗？如果讲伊对的，麻烦只要有超过2个讲对的，咱就这关好过。哦，过啊 ，OK。多谢。OK。所以讲伊敢挑战，就可以有3题分数，等是讲伊已经满。我来。轻门道路，轻走道步，这是咱台湾的俗语，事在人为。咱各己要挑战，1到10，1号就选1号，来1号共款10秒哦，10秒，来请。A 到食王人。请咱的评审，只要有2个字，就讲伊安尼过关就过关。啊，伊直接甲迄个有困难伊就想就哑巴吃黄连。啊，免讲。因为答案是 A 到的第4件。好，来。好，来。多谢两位老师，感谢。多谢。叫天嘛要变看卖，6号共款10秒，请。来，请讲。43，歹势，安尼时间过，来，答案好看一下。捌看过无？14高卡村，敬一下。新旧嘛要挑战3号来10秒，请。好戏放上尾。要有时间，你会使搁想者。伊这个答案认为安怎？好酒沉甕底，好戏放上尾吼。好戏放。有阿文，哈，有道具啦，伊意思讲有道具啦，有道具。奇怪，歹人我做咧，伊即摆讲互我决定，啊，即摆我若无好伊，就歹人就我做啊来。是啊，关键时间宝贵来。啊，好啦，来3、2、1，看伊迄个卖还伤伤心啦。安尼你2个拢过 ，OK， 好，多谢，多谢欣赏。啊，先来看第2单元，尤其是第2单元的得分。第3阶段的比赛，小等的谁来？第3阶段是才艺表演，定是加分的表演。先来听咱玉婷甲咱介绍比赛规则。华视台语主播擂台赛来到第3阶段，就较欢乐、较轻松咯，都亲像是一场的嘉年华。第3阶段比赛的项目才艺表演，
就互咱的参赛者自由发挥，展现上好的家己，把家己上强的部分甲展出来，抢分数。请咱10位的选手把握最后的机会，大家加油加油！多谢局长，随后请1号结义，请。会记得过年的时阵，我伫府台病院写春联，定定都有人问我讲，这种的组合字是要安怎读咧？相信恁大家应该嘛足好奇的吼。这种的组合字内底字听开，咱拢会晓念。啊，毋过若是合起来念是要安怎念咧？即摆咱就来读看卖。头一字黄金万两，这字读做富，就是好雅的意思。人讲年年春，年年富，年年起大厝。想要买厝的人，就打这字富。刷落来第二字，第二字日进斗金，这字读做中，就是趁钱有存的意思。较早做田人啦，拢会种作啦、切甲啦，拢会仰望大丰收。这收成若好，就有通中。中愈济，就趁愈济。所以讲，日进斗金，日日拢进规斗的金仔中起来，是毋是只要想到心情就足好的啊？所以讲，想要欠较侪钱咧，就打这字中。再来是日日有见财，这字读做挑。挑的由来，我想就是较早做工仔人，因为做的拢是烂三工，有膝头通做，才有钱通领。这就是人讲的工仔趁，工仔食，若无趁就做去食。所以讲，逐日有膝头通做，动钱通趁，当然就有通挑。最后一字招财进宝。招财进宝，同人爱，这字读做宝，意外得到好处，报着啊。比如讲，生理人雄雄接到订单，趁到利润会当互伊食到明年冬尾，这就是正报着啊。以上这寡好吉条的组合字，伫网络顶悬其实嘛有别种的读音。伊创造这寡组合字，就是要增加春联的趣味性啦。看完这寡春联的小改了后，过年你按算要搭倒一款的春联咧？上好准，祝大家年年拢有好彩头，趁钱拢真高。多谢结义，出来是风景的才艺表演，请。大家好，来乡亲啊，欢迎大家今仔日过转来听我广告。顶礼拜咱讲到府城三大惨案的李祖庙烧金，今仔要来讲第2集。这第2集吼，顶摆咱讲到府城的这个阿美啊，嫁予这个猪肉生啊了后吼，哇，总去婚姻生活无美满，去夹到迄个吼城边的西公蛋啊。前夹到这个西公蛋啊了后，足奇怪哦。这个阿美啊吼，逐工吼拢赶一个城啦，安尼害咧，哦，走马来去李祖庙找这个叫做讲吼西公蛋啊。奇怪是安怎咧？因为西公蛋啊吼，伊是生做标的，面肉白，哦，一个真可爱的男人。也毋过咧，伊咧厝边头尾就感觉足奇怪啊！你逐工关一个城啦，逐工动咧，动去家己祖庙，你也无买果子去，拜了也无早过头转来。你这个人怪怪哦！这个庙边的番仔，伊嘛感觉讲足奇怪。他的这个阿美啊，逐摆来家己祖庙吼，西公蛋就抓紧家捡入来，甲这个庙门吼，安尼甲伊关起来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所以讲。这庙边的番仔就是好奇，讲今仔日吼有一个卖粿的阿婆啊，粿甲拼咧，安尼动来家己祖庙门口口，为迄窗仔门旁吼，甲伊看入去。哎哟，晓生哦！哇，这个李祖庙来讲吼，内底会使讲是吼满山春色，美丽好忧伤。哎哟，这个代志真正有影大条，随着甲这个消息放送出去啊！就有一寡吼好闲的，一寡食饱伤闲的人，就走，再落遐即个猪肉生仔的单位吼，来讲哦，猪肉生啊，讲是安怎？我甲你讲，恁某吼，阮某是安怎？恁某伊含人伫二祖庙，伫二祖庙安怎？毋是逐工拢去拜，伫二祖庙含人伫遐吼，上人行到青春岭，
猪肉先啊，你要做啦？唔好走要紧啦。一个猪肉先啊吼，听着讲吼，因某含即个西公蛋啊，伫咧祖庙内底双人行到清顺岭吼，气一个吼，实在吼，要笑嘛笑袂出来，要哭嘛哭无目屎，真正毋知影是要安怎，一时汹汹忽然间煞毋知影要如何，总甲伊猪肉担顶悬迄支祖传3代的台湾菜刀家摕出来，这支菜刀无简单，抬过数万只羊、数百只猪，菜刀摕咧，随着冲要为二祖庙去啊，哪冲喙内底哪念好啊，真对狗男女啊哈，来，互恁爸电着，看恁爸一定互你电甲青笑啊青笑，我就想讲吼，倒都奇怪啊。我倒也无去跋即个二祖庙的炉子啊，太害阮某逐工拢要去庙里烧金寄付，但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哇，讲到遮就气起来哦！即个西公蛋啊，毋是西公蛋啊，即个猪肉先啊，一个就冲去甲二祖庙，随言啊话，西公蛋啊，恁爸今仔日若无甲你电话青笑啊青笑，恁爸猪肉先啊3个字倒过来写，随着甲即个菜刀起开，按即个庙的按解捧落落，哇！要知影后壁发生啥物代志？明仔载共一个时间，请继续来咱的华视台语新闻直播间来听小弟继续来讲故事。今仔日这个故事听到若有满印象，麻烦各位评判加互我一寡毋是赏金，加互小弟一寡分数。地主毋是地主啦，小弟是现场上届少年的参赛者。当然这奖金加减嘛爱分割互我，大家对毋对咧？探在下，感恩落来，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。所以请助理。请准了带来伊的才艺表演。多谢。刷来，请颜虎带来伊的才艺表演。来，各位爱目睭闭好紧看明，看过来我这边，过来，这工商服务时间要开始啊！这大家咧讲吼，若食饱以后巴肚皮若安，目睭皮就松松；若是无食饱，巴肚皮就松松，目睭皮就安。也毋过你若是规透早起床，就起来无元气，做着哈气倒咧困袂去。这哪食是哪放屁，无食会上气。见讲讲过去，随讲随袂去。安尼你着爱说你，今日是你好运气，互我来介绍你即款叫做新鲜白底病单。你若是目睭无，阿公看做阿舅爸啦，看做脸无。这目睭酸、目睭疼，看电视是出现几下的人影。头前红顶是红记记，你煞当做无看见，直接就甲驶过去。安尼你着爱说你新鲜白底病单食落去，互你目睭金、目睭明、目睭看甲清。你若是腰脊骨酸、骹头虎嘛，做咧特别倒向下，倒咧变，无一个好困片。新鲜白底病单食落去，互你骹骨勇健，身体勇
骹骨扭了，身体勇健，躯落爬起来，食落好起来。啊，这内里咧做写干满满是，你煞当做无看见，你煞当做袂记哩，你当做讲是毋是你咧失智，你就是讲你嘛是讲无注意，这千万就袂使安尼吼。啊，咱若是甲食落去，互你好记伫，毋惊代志，佮放袂记。搁来总讲一句，即罐若食落去，互你目睭会紧，头壳会灵，代志要放袂记，迄是无可能。啊，嘛要请恁认明阮的商标标记，一尊新鲜飞上天，新鲜牌治病单，效果是较赢美国仙丹。即罐伫外口卖爱1000箍，今仔日在场卖爱1000箍无，毋免900嘛，毋免500嘛，毋免。甲大家结一个缘，一罐300箍卖，互你炸转去。我搁互你我的电话，后摆若想要买一通电话，咱就毋免米小吹。食了无效，我搁退你钱，袂互你开冤枉钱。啊，这一身5银拢袂甲你骗。啊，上后壁看到在场的人来捧场的是遮济位，我心内是真欢喜。我决定搁要加送一组，互你炸转去，袂互恁翁恁某讲你乱开钱。规家伙仔若有啥物毛病，食落去拢会好甲利，健康活百里。若想要买，即马上着时，只要你一举手，我就甲你算入去。多谢大家。咱的比赛到这过一段落，稍等的要公布比赛结果。首先要颁的是最佳台语奖，咱请桂中和董事长甲咱颁奖。得奖人是陈干富，恭喜！恭喜！请。来颁奖的是最佳人缘奖，请王文雄、王主任来甲咱颁奖。最佳人缘奖10号来友人，恭喜！下要颁的是咱第2届台语主播擂台赛第3名季军的得主，请咱董事长来。咱来看第3名，好。1号林杰仪，恭喜！第2名是4号李丰进，恭喜！李丰进，恭喜！来，所以是上界重要的冠军到底什么人？请董事长。哇，开始紧张啊！开始紧张。咱恭喜冠军吼，9号徐俊伟，恭喜！